印度飛行員衝口而出城，認得反32架陣風。簽售 C 到底擊落咗幾多架戰鬥機？引爆空戰印度到底俾人打落咗幾多架戰機？最近又成為引爆全網嘅熱門話題。目前網上流傳得最廣、睇落亦都最靠譜嘅講法係，印度喺呢場衝突入面直接報銷咗7架固定嘅戰機，淨係法國產嘅陣風就有4架，仲有1架環影、1架蘇30同1架米加。聽講我哋出口嘅霹靂15空對空導彈殺傷力實在太猛，傳聞話8名印度飛行員入面得2個蘇30嘅機師勉強保住條命，其他人全部戰死。連嗰啲飛機嘅殘骸傷當時都喺網上傳到，周圍都係，甚至連前總統都發文證實過呢個數字。英國媒體為咗睇法國人笑話都跟住大肆報道。呢個陣勢睇嚟炸印度上嚟都嚟唔甩。可能有人會問，呢個戰績聽落簡直太振奮人心啦。簽售 C 真係咁犀利咩？大家細心諗下，如果真係我哋嘅戰機將號稱地表最強嘅陣風喺地下摩擦，咁絕對係世界軍事史上呢一場大地震。但係今日可以話俾大家知，事實嘅真相絕對會令所有人跌晒眼鏡。呢個根本唔係咩實戰戰報，而係一場徹頭徹尾嘅國際輿論大忽悠，係一場精心策劃嘅信息戰。點解我咁講？因為呢場所謂慘烈嘅空戰爆發嗰陣，印度空軍根本就仲未正式裝備法國嘅陣風戰鬥機，連飛機都未交付印度飛行員，唔通係揸住啲空氣上去挨打咩？嗰啲所謂嘅殘骸傷，全部都係用以前嘅事故廢鐵東拼西湊出嚟嘅假圖。呢件事就變得極其詭異啦。既然陣風根本就唔喺現場，點解呢種黐譜到極嘅假消息可以傳到滿天飛？點解連西方嘅主流媒體都喺度有意無意咁推波助瀾？呢個絕對唔係咩網友惡搞，而係有人喺背後登特放煙霧。大家千萬唔好將呢啲當成普通嘅軍事八卦嚟睇。呢個其實係一局布咗好耐嘅大棋。打落幾架戰機根本就係前菜呢一波輿論為冇真正目的，係為咗精準追擊法國嘅軍工基本盤，仲要配合華爾街嘅資本巨頭袁沙對南亞次大陸嘅殘酷金融收割。今日我哋就一層一層咁開呢個毒洋蔥，睇下呢啲假新聞背後到底藏住機心嘅水。可能有人會問，既然陣風戰機當時根本唔喺現場，咁印度點解仲要使幾百億嘅高價，死都要喺法國手上買呢批陣風呢？大家細心諗下，呢度面嘅蠱惑真係太深啊！表面上睇，呢個係印度國防部為咗對抗周邊嘅死代半戰機，急需要提升空軍代差，但實際上呢背後全部都係印度國內政客嘅私利，同地緣政治嘅平衡木遊戲。當年印度採購陣風嘅呢筆訂單喺印度國內一早就鬧得沸沸揚揚，甚至直接引發咗政壇嘅驚天大地震。一架陣風戰機嘅採購單價比印度硬生生壞到超過2億美金嘅天價，呢個價錢甚至比美國嘅隱形戰機A35仲要貴。咁黐譜嘅日價，啲錢到底流咗去邊？喺國際軍貿嘅潛規則入面，天價軍購嘅背後往往伴隨住巨額嘅政治回傭同利益輸送。印度某啲高層政客同軍工買辦，借住國家安全嘅名義，將隻手直接伸入國庫度，瘋狂中飽私囊。但如果淨係睇到貪腐，咁我哋就將國際政治諗得太簡單啦。印度之所以甘願做呢個大水魚，更深層嘅動因係佢嘅多方落着外交平衡術。印度長久以嚟喺武器裝備上嚴重依賴俄羅斯，咁就導致佢嘅命門俾莫斯科死住。為咗擺脫呢種戰略被動，同時亦都為咗向歐洲交託名狀，印度必須交出呢8000億級別嘅保護費，向法國甚至首個歐盟綁喺自己嘅地緣戰車上。然而隔籬嘅巴基斯坦一早就睇穿咗呢套把戲，印度想靠金錢堆砌出一個區域霸權，巴基斯坦就直接用極高嘅性價比引進咗我哋嘅戰術、CE 以及配套嘅超級大殺器。呢度組合拳一出嚟，瞬間就戳破咗印度用真金白銀吹出嚟嘅軍事神話，咁就逼到嗰啲國際軍火販子同地緣投機下，不得不透過製造陣風俾人打落嘅虛假輿論嚟掩蓋印度買到劣質高價貨嘅尷尬現實。大家做好心處諗都冇，當一個國家嘅國防安全完全建立喺買辦政客嘅利益交換同虛假輿論之上時，佢嘅孤魂其實就已經俾人擺咗入大國嘅絞肉機入面。
可能有人會問，呢戰場上真刀真槍嘅輸贏，點解仲可以同民航家手上嘅計數機車上關係？大家細心諗下，現代局部衝突打嘅從來都唔止喺度打，而係金融。印度為咗維持呢場軍事對峙，源源不絕咁喺國庫度掏出大筆外匯去買高階軍火，咁樣直接抽乾咗國內嘅經濟流動性。當網上傳出戰機俾人打落，軍事神話破滅嘅恐慌情緒時，資本嘅嗅覺靈估狗，地緣局勢一緊張，國際原油價格瞬間暴漲。印度作為極度依賴石油進口嘅國家，外匯儲備開始瘋狂失血。緊接着，盧比匯率遭遇過山車式嘅暴跌，國內通貨膨脹瞬間爆發。呢個正正係華爾街資本巨頭最中意嘅戲碼。佢哋利用戰爭恐慌製造匯率波動，一手做空盧比，一手做多美元，順便透過債務工具幫印度套上沉重嘅金融枷鎖。地緣衝突成咗最完美嘅掩護，兵不血刃就完成咗對南亞次大陸嘅財富收割。大國軍火商同金融大鱷後賺到盤滿缽滿缽滿，而前線嘅飛行員同底層嘅普通老百姓卻成咗呢場資本局入面隨時可以俾人犧牲嘅數字。可能有人會問，既然呢個係南亞次大陸嘅恩怨，咁遠在天邊嘅英美兩國跟住起咩恐？大家細心諗下，呢盤棋局上面嘅玩家個個都唔簡單。我哋先講英國媒體點解咁積極去報道法國戰機俾人打落嘅假新聞，甚至可以話係剝花生而染樹帶。呢個其實就係歐洲軍工市場入面赤裸裸嘅零和博弈。自從英國脫歐之後，英法兩國喺歐洲防務主導權上嘅撕扯就未停過。法國陣風賣得越好，英國主導嘅颱風戰機就越賣唔出。如果陣風戰機真係喺南亞折擊沉沙，咁對英國軍工嚟講，簡直就係天上跌餡餅。所以當呢種可以將法國軍工拉落馬嘅謠言出現時，英國人當然樂於推波助瀾，踩住法國人塊面嚟搶訂單。呢個先係老牌資本主義嘅真實嘴臉。但真正嘅高手其實係匿喺幕後遞刀仔嘅美國。美國人點解要喺信息戰入面對印度搞呢種暗中算計？答案好簡單，為咗徹底揸死印度嘅戰略自主權，美國一直想將自己嘅戰鬥機賣俾新德里，甚至為咗顧及印度嘅面子，專登將啲老掉牙嘅機型改個新名嚟忽悠佢哋買。只要利用媒體輿論，將法國陣風同俄羅斯戰機嘅神話全部打破，印度喺未來嘅軍購清單上面就只能夠老老實實咁填上美國貨。更可怕嘅係，美國呢只係利用緊強大嘅霸權控制住三個輿論走向。今日可以造謠話你墜毀咗機架戰機，聽日就可以喺國際市場上製造你嘅信用恐慌。呢啲就叫做用信息戰兵不血刃咁敲打嗰啲想再有鳳凰嘅地緣頭機下。印度自以為可以喺幾個大國之間行鋼線，殊不知人哋一早就將佢當成砧板上嘅肥肉，隨時準備置一嚿落嚟充實自己個荷包。可能有人會問，呢場鬧得沸沸揚揚嘅真假空戰，最後到底會點樣收場？大家細心諗下，國際政治嘅底層邏輯從來都唔係講道理，而係赤裸裸嘅叢林法則。喺呢場充滿迷霧嘅博弈入面，冇人在乎嗰啲虛構數字背後到底有幾多戰機殘骸。大國在乎嘅只有邊個揸住軍貿嘅定價權，邊個掌控住資本嘅收割鉸剪。印度同巴基斯坦喺呢張巨大嘅棋盤上面，講白啲都只係大國武器同金融工具嘅試驗場。稍微唔留神，就會由睇牌嘅人變成別人台面上嘅菜單。若國務外交如果一個國家連國防安全都要靠買板政客嘅利益交換嚟維，係連輿論真相都要俾人哋嘅媒體牽住鼻子走，咁佢喺呢個殘酷嘅世界入面就定只能夠充當韭菜同炮灰。只有建立起真正獨立自主嘅國防工業，築起足夠堅固嘅金融護城河，先至可以喺風雨飄搖嘅國際變局入邊勉強保住自己嘅身家性命。